耶稣的孙内瓜，你俩嘛一三年啥不？阿就是的好话。你瓜呀，卢卡图次你图，啥次兔子瓜比，啥次黑子瓜吃嘛？自家头瓜比哈塞瓦罗斯你，你是听你的，是把你的那瓜出出去嘞。自家头瓜，是把耶稣里一直都不得出了白路。努瓦呀，咱们专门白瓜比伊拉嘛，是把的路点嘛做巴里比，伊里拉是嘎克伊拉呀。差比一代嘎个铺个那么咋个大？是把拉天花池比爹嘛做巴布那合作去做我。你话对我对对别个你，一年做巴的咋咋那么过大这事，一直参加咋呵死你，一话对别个咋我，一年啥话对是俺娘哪只瓜来米，推了花池比后年爹嘛做巴布那合作去做我。你嘛是下头瓜比肉的别个拉爹嘛呀？是怕吃了嘛的，咋个打呢嘛？别个拉掉了。是怕吃了是嘎克伊拉他不，一表个嘎克铺个巴拉那嘛，肉的哭掉了。肉是路亚的，是怕吃了我比肉就咋当爱米，就是怕呀，肉是嘎克的，听你一掉了。我三年一直家里咋白下是，一做巴不的咋知我，白他妈瓜就巴拉那嘛，提家里一吃了，提家里肉差嘛了。对吧呀？是怕吃了吗？是怕伊拉嘛觉得嘛伊么么路点那嘎路，后年点那嘎路比是下头瓜白大路。